點 miscarriage 嘅 children？啲小朋友呢棵樹人啊，神樹唔通係？豆枝啊！係啊，即係自己要出手嘅燒琴啊！胡醬糕嗰陣，冇得好細粒嘅嘛。所以他們都係但通常都等肥仔啊，叫咩啊？肥仔。通常你會走在泥霧裡面，然後背景在之前，然後就會有那個，如果你到那個出發點，還是會砰一下，然後你人物就這樣。他就慢動作，然後通常是踏出那個點之後，通常是踏出那個點之後，背景音樂突然變這樣，然後彈幕好，有消費，唔係，但係呢一度唔係，所以佢揸車走㗎，係。係啊，未用啊，剩翻啲對。哦，屋頂跌落嚟。有嘢食喺度。哇！仲有你買嘅真係。啊！翻嚟先食啦。你翻嚟先啦！我哋嗰個會透露嘅。9成沿路遣返啦你。我哋點要翻嚟攞車？係啊。我哋係幾點鐘食到？7點半。啊！呢度就係我哋今日要行嘅地方啦。哇！我哋而家喺現在地。我哋而家喺現在地，行去邊度？一路上。咁呢啲唔係就已經係樓梯。14？係啊。但你沿路行係咁樣㗎？係啊。咁你而家咁樣係咪已經上咗幾級㗎？幾級㗎啦，你好勁㗎啦，已經上幾級㗎啦。你又話我哋行樓梯仲要未行嘅？係啊，呢個未行㗎，唔使驚啊。唔係咁，我而家一路行到上去。係計緊樓梯定係咩啊？呢啲咪樓梯咯。係啊，唔係我話唔係最金嗰1500，呢個應該係1000零嘅啫。跟住之後仲有1500啊？梗係啦。唔使驚。係。走啊！已經走。俾錢。你先俾錢。哇！咁你3000，佢都話啦，細餐啲啊！快啲嚟啦！唔使驚啊，小兒科啊嘛。我都覺得係。係啊，小兒科打 BB 嚟嘅啫。你已經係大人咧。入錢喎呢個。係啊，俾錢嚟嘅。
呢度。哦，而家登山，然之後登山呢度，即係行咗1000之後，跟住又再揸車去下一個地方，又行1500。係係，即係總共行2500。類似啦。好要幾兒科啊？係咪？但係琴日一路講都唔係咁嘅喎。唔係。你唔要講。呢啲嘢話自己嘅即係實際產生嘅，咁咧我會詳細嘅接觸佢。呢個係喎，你開咗嘢未？都唔開啦，我都冇錢啊！係啊。咁你開嘢未？開咩？又唔係好興計嘢嘅咩？係喎，冇啊。現在開咗未遲。開晒窿，使影一幅相喺度。唔該。呢度我都。好，影咗兩條片，睇到呢張相。睇上少少，有嗰個石好靚，啱，再睇啱啦，1、2，到10，多張，好，搞掂。
背脊啊？係啊。早先全部跑晒。正，係咪好 easy 咧？差唔多到頂。呢支係咁樣喐下喐下咧，佢點樣追啊？就係我用梳嚟最後自己決定。追到㗎係咪？追到。影翻出嚟咧，好似變成。我哋就快去到嗰啲山頂啦。就快去到咩？係上嗰個舊啊，應該係。我覺得冇咁快咯，因為都唔夠400。唔係嗰嚿石啊，係嘛？我哋要揾行到嗰嚿石㗎，嗰嚿石夠行得7天。哇，企喺度啊！呢嚿石都好靚。人我們。OK。好，攻頂，你上啊！喺門口揾翻幅嗰啲登頂，喺門口揾翻幅。咦？我孭背囊嘅？係啊，後尾唔使揸住呢個得啦，要攞嘅嘢都攞晒。Come on, baby！哇哦！係啊，殺晒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。蒼天慷慨的一盞路燈，給傷痛引導超脫往來生。又在等分岔的走馬路，繁寒人生，大概超出命運。我都唔想揸。多少的往事終給抱憾驗證，將灑脫在心內幽禁，留在這季冬月台共振。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
來生的往生，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悲憫，仍頑固埋首往後行。滄桑的聲線響起了南音，響起牽掛種種世事如雲未結束，偏偏起了一次最後沒明日的夢。輪迴塵間的人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，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悲憫，仍為抹不開的細塵傷感。輪迴塵間的人，今生可能度化纏繞的半生，隨落葉生根，無用來悲憤，回望在多少遺憾中普渡的眾生。上去啦！嗰個立橋唔俾行喎。呢度放棺材咩？寺廟嚟嘅。咁以前而家都係寺廟啫嘛，以前未必係寺廟嚟㗎嘛。全部講晒。好，繼續上。係，繼續上。幾大劈水？係喎，好多窿啊！好多窿。好，攻頂啊！我哋。唔使拍好多啲。
1000年下低好似600嘅。但係佢唔同嘅，呢係主電貴啲。係啊，唔使行落去咯。你企晒喺嗰度啊，影個塔。
箱。望住呢面啦。陣陣冇喐冇喐冇喐。記不記得你將證件與機票連着一份渴望放入這背囊，紮根也好，旅居也好，也許你還未知道答案。為了找人生不同形狀，未知的放手去擁抱一趟，換個比回憶廣闊的時光，乘着逆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散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廣，沿路寫下我。值得你為曙光，為明日向往，儘管會不安。亦有些迷失不能名狀，大風吹太多見解已聽過，你想聽無非心裏的直覺，乘着那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散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廣，沿路寫下什麼？憑什麼你熱火為明日沮喪？仍然有願望。乘着那風。沿路感覺，何其遼闊空曠，流淚的過雲雨，或凝望晴朗，讓一切沒定案。哦，係喎，好高，啲樹好高，好靚。頭先下面嗰係。啲樹好靚啊！
次都要咩嘢啦？石頭嘅，呢個哦紙，膠紙。水嗰個膠係咪搭上嚟點樣啊？